带去读唐诗，中间曲，作者崔和诗篇。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行动。停舟渐借问，欲穷是东乡。简介：崔和的中间曲总共有4首，对古诗的模仿呢有进一步的发展。这个所在选其中的2首，描写伫过船的途中查甫查某的问答，风格呢真像迄个民歌，诗6字片段中富有戏剧性的刹那，用平描的手法，简单的挥笔，也就将人物场景栩栩如生的描写，因免任何的配比，就敢若像一曲查甫查某的对唱，亦或敢若像伫演迄个独幕剧，题材足平凡呢，但是表现的手法却是真无平凡。一个带伫行动的查某囡仔过船的时阵，听见了隔壁船有一个查甫人的声音，腔口介真类似，有时天真无邪就问声讲：你是毋是甲我同乡的呢？就像遐简单的情节，只甲利用5字妾住在行动，就点明性别基础，搁再用停舟，表明因是伫水顶来相等。这里军理呢，指出对方是查甫的，真侪无必要的呢，全部拢总醒起来。诗一个开头，也就单独直入开出的询问，使读者听到伊的声，就敢若像见到伊的人，绝对袂讲无头无尾。从描写的技巧上来探讨呢，只是达到声态并作，应有尽有，应无尽无。既凝练又嗰个玲珑剔透的艺术高度，这首的诗歌进一步来凸显女主角内心的孤寂，只敢来将伊他乡问到乡音，赶紧停船来相问，就可见讲伊离乡背井，水宿风行，孤单无伴，无一个当讲话的人。因此，他乡听着故乡音，且将他乡当故乡的戏。迄个诗境呢，敢就出现迄个查某囡仔外表显出了可爱的笑容，而且深深来开掘到伊个性，甲到伊内心的世界。笔感怡亲，确实令人来叹服。读诗的囡仔白学派，有气质，够有文采。读诗快乐哦！